你工号是多少？工號3個3。工號3個3。3條3，小3的那個3。小3。今日過嚟長安大酒店按摩，就係2樓嘅寶石桑拿。呢間都算係老牌水會啦，今年翻修裝修過，帶大家入去睇下。搭星港機場2樓出嚟就係水會個招牌。入到嚟右手邊就係休息區，梳化台凳都好新淨。前台整體裝修都幾精緻，好有質感。左手邊就係男賓室，入去睇睇。更衣櫃有成100幾個，全部都好新淨，不過空間就有少少窄。沖涼房有8、9間，數量都唔少，全部都有布簾遮住，私隱度唔錯。地方都算幾大。沖涼房對面就係一個大泳池，最近天氣轉涼，浸下熱水幾舒服。泳池嘅水夠乾淨。男賓室出嚟行樓梯上3樓，樓梯上到嚟咗手邊就係桌球台，可以免費打桌球。右邊就係餐廳，空間唔細，有幾10個位。每日下午6點半有自助餐提供，6餸1湯，有肉有菜，樣樣齊，質素唔算頂掛局，普通家常菜式。餐廳做過去就係大堂，大堂地方唔細，有大約40張梳化，冷色調裝修，配埋星空頂，效果都幾靚。再過去睇下房間，房間空間偏細，裝修就比較簡單乾淨。床鋪毛巾都好新。像你如果說平時旅遊的話，你比較喜歡去哪個地方旅遊？我今年我去了那個新疆，我感覺挺不錯的那裡。新疆。新疆的那個風土人情應該蠻不錯的。景也美啊，然後小哥哥也多，因為今年就是去新疆那邊滑雪嘛，過年的時候。不，我在意的是我們兩個不一樣的吧？你小哥，我在意的是美女多不多？美女也多啊。你不也是美女嗎？你也很。新疆出美女的地方。其實每個地方我覺得都有很多美女啊，只是說不一樣嘛。你個子應該蠻高的吧？我1.7米。1.7的身高，而且你看着也不大，應該才有沒有25啊？差不多了，快25了。接近25。那你平時的話會玩什麼遊戲嗎？我平時我不怎麼玩遊戲，我平時可能說下了班會去喝點。喝點？是去酒吧還是像那種民謠的那種啊？酒吧、民謠、大排檔、什麼奶茶店啊，都會說約着朋友喝一點，不然生活多枯燥啊。生活多枯燥。對。那肯定啊，你上班的話是上什麼班？早班還是中班？早班12點到9點嘛。下班以後剛好夜生活開始。對。然後就下班去喝一點。喝點，每天微醺一下，很快樂。好羨慕，我其實挺羨慕你這樣的生活的。平時如果說有沒有什麼興趣愛好啥的？滑雪啊，旅遊啊，看演唱會啊。滑雪，就是深圳不是有一家新開的那個人造滑雪的一個地方嗎？在寶安那邊是吧？有去過嗎？有去，10月份的時候有去滑。門票貴嗎？我看網上說的是幾百來着，500還是200？看你滑幾個小時咯，400多、500多、600多。哦，這樣子，我都不會，主要是。那我可以教你啊，下次約着玩一下。你工號多少？工號3個3。
空號三個山。三條山，小山的那個山。小山。為什麼是小山？因為男人都喜歡小山嘛。家花哪有野花香？哦，是道理，我覺得確實是個道理。那肯定啊，都是，也不是家花哪有野花香的話，可能是家花膩了吧，有可能是，要找點不一樣的。就是都喜歡吃點外賣嘛。吃點外賣。對，家常菜吃點總要吃點外賣。對，是道理，是這個道理。現在是哪裡人啊？是哪裡人？四川的呀。難怪這麼暴力。暴力個頭。那你平時的話會出去玩嗎？出去玩呀。對，就是說，就是像下班了有沒有什麼愛好啥的？唱歌呀，喝酒啊。也是唱歌喝酒。對啊。打遊戲嗎？不打。不打遊戲。像如果說你去旅遊的話，會比較喜歡去哪個地方？雲南。雲南。雲南你去過嗎？去過呀。感覺那邊的怎麼樣？很舒服，很放鬆。我聽說就是他們那邊比較適合去那邊居住。對呀，很放鬆，在那邊喝酒也很開心。是多久去的？好久了。好久。我應該是在，我想一下。疫情吧。疫情啊。疫情好像現在都過了4、5年了吧？感覺應該有了。2年，2、3年。2、3年嗎？應該也差不多吧，反正2、3年的樣子。新寶石湯圓呢個場，因為仲新裝修過，環境同裝修都好新淨，配套都算可以，每日6點半都有自助餐提供。好啦，今集就介紹到呢度，有興趣嘅師兄不妨自己嚟試下。如果鍾意呢條片，唔該幫手撳個讚好，下一集再同大家見面。